细小不怕体温低，就怕体温高。兽医碰见体温高的细小啊，头也是懵的。这又是一个小边牧啊，今天下午检测细小强阳，并且体温40多度。这种狗往往是呕吐比较严重，然后拉的比较轻。然后你测体温的时候，体温表上带那一种又黏又黑，并且腥臭的血，就是因为大量的毒素蓄积在肠道里边排不出来，所以说才会导致出现发热。所以说这个时候呢，除了咱们常规的给它输液、消炎、抗病毒、增加营养之外啊，一定要给它进行灌肠。灌肠的目的，一方面是把肠子里的粪便冲刷稀释，让它有利于排出来；另一方面能够阻止肠道对体内毒素的吸收。搞一根专业灌肠的软管，然后从肛门里边进去了之后，然后一边往里边挤，一边让管往里边进。灌肠过后会有大量腥臭粪便从肠子排出来，以减少机体对毒素吸收，加快恢复。